你好，我们全家出国要办理护照，旅行很好，我们全家出國要辦理護照。很好，我們全家出國要辦理護照。旅行社建議我們過來辦理人別確認手續。旅行社建議我們過來辦理人別確認手續。旅行社建議我們過來辦理人別確認手續。好的，出去走走很好。全位勞工健當好，全位勞工健當好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。讀萬卷書唔當行萬里路，讀萬卷書唔當行萬里路。請先給我相片，一位需要2張。請先幫我相片，Lisa需要2張。請先幫我相片，Lisa需要2張。還有你們夫妻的身份證、小朋友的戶口名簿，還有人哋兩公家嘅身份證、細人嘅戶口名簿，還有人哋兩公家嘅身份證、細人嘅戶口名簿。小朋友，請問你叫什麼名字啊？小朋友，請問你乜嘅名？小朋友，請問你乜嘅名？阿姨，我叫張永志。阿姨，我按照張永志。阿姨，我按照張永志。張永志啊，我們先填寫張永志的護照申請書。張永志啊，來寫下張永志嘅護照申請書。張永志啊，來寫下張永志嘅護照申請書。你們是爸爸還是媽媽當申請人？人哋係阿爸也係阿妹愛做申請人，人哋係阿爸也係阿妹愛做申請人。我來好了。我來好嘞，我來好嘞。你們從第一欄填寫，包括聯絡電話、緊急聯絡人、彼此的關係。好啊，你會請簽名。人哋對第一欄開始寫，包括聯絡電話、緊急聯絡人、人哋嘅關係。好啊，你會請簽名。人哋對第一欄開始寫，包括聯絡電話、緊急聯絡人、人哋嘅關係。這邊請貼上母親的身份證影本。你會請答阿妹嘅身份證樣本。你會請答阿妹嘅身份證樣本。申請人就幫小朋友簽名，旁邊寫上母代。申請人愛替細人簽名，順行寫母代。申請人愛替細人簽名，順行寫母代。好的，好的，這裡請你簽名。這個是爸爸，爸爸好好笑哦。這個係阿爸，阿爸當好笑。這個係阿爸，阿爸當好笑。為什麼爸爸好好笑呢？那這張是誰的？怎麼嘅阿爸當好笑？阿你仲係咩人嘅？怎麼嘅阿爸當好笑？阿你仲係咩人嘅？這張是我。這張係我，這張係我。好了，這3份申請書還給你。好嘞，這3份申請書完成。好嘞，這3份申請書完成。現在上面都有加蓋人別確認章，你們拿這份申請書去辦護照。這下免得做下要加證人別確認章，人哋拿這份申請書去辦護照。這下免得做下要加證人別確認章，人哋拿這份申請書去辦護照。可以自己去外交部辦理。是的，自家去外交部辦理。是的，自家去外交部辦理。或是請旅行社幫你們代辦都可以。冇事，請旅行社替人哋代辦，沒事的。冇事，請旅行社替人哋代辦，沒事的。媽媽，我也要一張。好啦，等一下。阿妹，我們愛一張。好啊，
等一下，牧师请李行社替爷娘推判，没事的。小姐，谢谢你哦。小姐，落来远。小姐，落来远。我要拿我的。我爱拿我的，我爱拿我的。请慢走哦。请慢行。请慢行。